抹大拉嘅瑪利亞曾經俾7隻鬼附，一經歷耶穌嘅釋放之後，佢已經好極端咁奉獻啊 ，all in， 將佢有嘅交俾主。唔單止係咁樣喎，我哋睇另外一段經文，佢喺邊一個時間遠遠咁望住耶穌啊？佢喺耶穌釘喺十字架上大叫啊，斷氣嗰一下，喺整個過程裏面，啲門徒包括彼得都唔知去咗邊啦。死嗰一刻，啲婦女都跟隨住。再睇落去，約瑟啦，將自己個墳墓騰空出嚟俾耶穌用。喺嗰個時候，又係抹大拉嘅瑪利亞，佢係一個喺社會裏面好卑賤嘅人。啲人信耶穌話啊，不如我哋咧叫我哋個女做 Maria 咧，應該冇一個話係因為諗起抹大拉嘅瑪利亞。呢一個係一個好 low 啊 social class， 好唔會俾人留意到嘅瑪利亞。但係偏偏佢就係第一個見證耶穌復活嘅見證人。呢一個抹大拉嘅瑪利亞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，佢能夠突破別人眼光，唔驚人點睇佢。好慘噶，其實冇人唔會想同佢埋一齊，人人都唔知用咩眼光睇佢。咁但係佢就喺耶穌身上去見到佢嘅生命嘅盼望嘛。人要面樹要皮，但係呢一個瑪利亞佢唔介意啊，佢覺得跟主耶穌係最重要。你去見證到神，其實你 care 人哋點睇你，抑或 care 神點睇你呢？做耶穌基督嘅見證人，佢唔單止有嗰個突破人眼光嘅能力。佢仲有一個特質係啲咩呢？好留意翻，點解瑪利亞要去個墳墓先？佢拎住罌香膏去揾耶穌，係因為佢相信佢記得 Messiah 係基督係救世主，所以佢拎一啲香膏去嘅時候，其實佢係帶住一份信心。不過我哋話呢一份係半份嘅信心。佢雖然信佢係王，但其實佢都唔信佢會復活嘅。佢一路去，信心未去到100%，見到天使好驚啊，但係有啲開心喎，繼續去整個思想調整嘅感受，繼續行動，不斷調整。當你繼續去嘅時候呢，你個生命就會成長。